有車的老闆看過來，閘門今天收到觀塘的一位車友發過來了一把這個日產汽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進行升級改裝。閘門拿到鑰匙，先測試鑰匙的頻率檢測沒有問題，接下來就可以來給他進行改裝升級。先用剪用閘門的拆解工具，把殼子拆開，取出裡面的主板，然後舊殼子裝回去以後可以備用。主板放到固定台上，就可以來進行升級改裝。先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。閘門這邊升級汽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閘門這個焊接也是一個無損焊接的，以後想要恢復也可以隨時恢復。主板焊接好之後，再拿出閘門老闆挑選好的液晶鑰匙外觀，再把主板裝進去就可以了。裝上主板之後，現在一把全新的日產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閘門夢幻銀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高級，非常大氣，非常帥氣。而且閘門升級好的鑰匙還會升級新功能，有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就會升級無鑰匙進入了。而且還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注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等等這些功能。現在閘門鑰匙升級完成之後，重新檢測信號按鍵，測試頻率正常，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還給老闆使用了。